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时间过了真紧，2022年的第一季真紧就要过。相信今年的第一季对咱大家来讲，拢是充满挑战的一段时间。大兴是2年外来的疫情，犹原继续在影响咱的生活。也特别是最近台湾的疫情有小可压起来，互咱一方面谨慎来对待，一方面也感觉非常的无奈。这个疫情真正是一个无简单对付的敌人。过来是2月24，俄罗斯发动战争来入侵乌克兰，搁较是为整个世界增加真多不安。一时间大家拢真烦恼，是毋是会引发搁较大的这个战争？啊，甚至是第3次的世界大战。在这个充满不安的时刻，咱只有搁较专心来找求，也倚靠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满有稳定、慈爱、信实，佮听人祈祷的上帝。感谢你总是赏赐教育用的稳定，伫阮的生命内底，互阮伫有时虽然拄着逐款的困境佮挑战。但是，若亲像行伫死荫山谷的时，也经历你同在的平静甲安稳。感谢你保守台湾伫疫情的期间，通过正确的防疫政策和全面的配合，会当得到保守，会当上大限度来维持正常的生活。最近台湾的疫情有一淡薄的变化，确诊的人数小可加添。恳求你搁一摆看顾保守阮。会当平安度过这届疫情，也互所有人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无受到影响。搁较恳求你，互全世界疫情会当得到压缩，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甲运作。慈悲满满的上帝，阮也要特别为着当地发生的乌俄战争来祈祷，恳求你伫这个代志顶面来掌权，除去侵略者的野心。互战争会当早一日来结束，也互受到战争伤害这无辜的百姓会当得到平安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恳求你，互各国、各团体因的资源会当进入到上界前线，正做这因为战争来流离失所的难民，因及时的帮助，互因会当度过这个上界困难的时刻。主上帝，阮确信你是掌管全世界的主。恳求你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，亲爱的主上帝，阮将一切欠缺和需要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按耳孔听阮的呼求，也恳求你赏赐阮有真实的平安。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